嗨，老板，来杯芒果冰奶。哦，6块，扫那里就行。你是大学生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首先，你的手指不自觉的勾动，这是大学生都有的紧张表现。其次，你的摊面过分干净，明显就是刚出社会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的价格比其他人的便宜。那我给你涨点价。那倒不必了，快坐吧。这么大的芒果，用的还是水仙吗？我的妈呀，这切的是真丑啊！那要不然再重切一份啊？没事没事，你继续做吧。这大学生也太老实了，居然加的是这个，这一瓶就得5块吧？我勒个老天鹅啊！居然说脏话牛奶，我别人自己都不舍得买。哎，老板，你这还怎么赚钱啊？啊，我在网上跟博主学的，这样不赚钱吗？你可少上点网吧。您的芒果冰奶好了，谢谢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原材料这么好，稍微卖贵点啊，没关系的。对哦，改好了。